大家好，今日我要介紹就係洪水橋匯都啦。客人就係3房單位，客廳就做咗一個大櫃到頂，有電視櫃，有獅子櫃。客戶就會拆一個牆嘅，就變成3房變2房。其中貓貓房嗰個牆會開一個窗嘅，獅子櫃就加入貓貓洞，中間就係做長虹玻璃，增加氛圍感。電視櫃就做咗啲貓洞，可以一路睇電視，一路睇住啲貓貓。獅子櫃同電視櫃嘅凹位入邊就做咗雲石紋嘅背景牆，大方得體。櫃邊呢就做咗圓角，團團圓圓。